好，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03年5月7日，阮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第66回。今仔日又阁是头第一个月的即个台湾文学欣赏会。咱今仔日会当邀请到施炳华教授。来甲咱演讲有关即个廖添丁的故事，因为咱平常时拢是对即个古早对即个收音机收音机遐听吴乐天的即个迄落，这算娱乐安尼吼。咱听教授来做学术的研究，会阁较精彩吼。歌仔本来就是娱乐啦，毋过因为咱的语言断线，所以讲咱变成讲咱变成甲咱是一个敢若古典的文学共款。咱阁有邀请到杨妹妹为咱弹乐器，实在是足精彩。咱就将这时间交互咱的主持人陈罗好，请。好，多谢即个贵人姐甲咱大会头开场啦吼。因为咱的节目足精彩吼，所以我就无讲伤济话，互杨妹来甲咱即个唱即个歌头对无？我先分享一个即个歌词的画面。是甲大家讲，就是讲即个歌头是即个杨妹家己写的哦。咱大家做伙来欣赏即个杨妹歌，请。好，多谢。台湾甲海外，本来总正，喇叭的声音，甲伊放大声。山顶的朋友，赶紧坐好听。工作是精彩，你着真少听。添丁的故事，千万话传奇敢是讲伤夸。冰花老师来开破，小妹仔是含慢来念歌，有缘来遮来念歌。好，多谢大家。唱啊足好诶吼，大家下骹有即个谱仔会当甲饲落，多谢杨妹诶即个歌头。刷落来咱就请即个炳华教授来甲咱分享今仔日诶主题廖添丁传说。好，老师请。好，各位好，各位老朋友好，今仔日真欢喜，第二遍来参伫各位伫山顶见面因为顶班我以前有讲过即种念歌参歌册性质，所以伫遮就无要重复。但是就是讲，咱即马一开始我咧讲歌册时呢，爱一个上重要的观念，这种歌册毋是用目睭看的，是用耳孔听的，是用喙念的，就是拄则即个杨妹咧唱的安尼。
无字幕照常爱听有才会使哩。假使讲若听无，就是可能唱的人就小可有问题，因为即个念歌歌册是民间的白话，就是日常生活讲的话，所以应当是拢听有才对。我今仔日要讲的主题是聊天顶的传说27接到台湾英雄，阮是聊天顶即个后壁27接到台湾英雄，阮是聊天顶呢。四种无共款的名称，实际上已经包含100多年的台湾的社会的变化。阮是聊天顶是最近3月26，有一个鹿港人的作家迄个戏剧的写作家，或者施如芳、施如风，伊即阵伫台湾足有名足称的，因为伊编的剧呢，不管是歌是现代的，甚至是中国的什么豫剧啊，什么迄种的，拢编足多甚至迄个歌语，迄个邓美云、唐美云因搬的迄拢伫迄个国家的即种国家剧院，拢伫面顶伫咧搬的我即摆先来讲一即阵新的新闻，就是原来是鹿港人庄万寿、曾万寿教授，伊甲伊的退休金，就讲伊是大师在的退休教授甲伊的退休金捐出100万来，要办一个什么呢？即个新世代台湾精神奖新世代就是即个较属于少年的台湾精神的即个奖即个台湾精神，什么是台湾精神？实际上就是咱今仔日要讲的较早我是干那主着讲聊天顶的一生，到底伊是真正的聊天顶，还是讲参歌册聊天顶是有啥物无共？因为要做即个演讲呢，我搁甲所有的精神科安尼刻伫内面的时，到最后我有一个结论，就是聊天顶的精神就是台湾精神就即个结论出来下面咱就慢慢来讲来我的自我的介绍，咱就莫讲我是鹿港人，今年已经77岁来，咱即摆看下面资料。来，咱先来讲即个聊天顶的传说。讲即个传说的时呢，变成爱先了解聊天顶真正的聊天顶是安怎若讲着聊天顶呢，足侪人讲伊知影。我讲你是为倒位知影的？我在听5、6天呢5、6天伫电台面顶呢，连续讲19年的聊天顶传奇实际上呢，按5、6天听来的聊天顶是无正确的，因为5、6天是拢家己发明的，实际上是敢若聊天顶3字的名参较早的聊天顶共款，其他实际上是拢无共款。伊讲的聊天顶实际上是5、6天，5、6天家己的自传就对了所以咱即摆来看真正的聊天顶，即个有一个人1988年呢，或者李桂花伊写一篇文章，按日文原始档案来看，即个聊天顶即个人参与的代志。咱即摆讲的原始档案呢，伊迄阵看的也无我即阵看的多就讲到最后的时，政府就甲即个日治时代的所有的资料拢公开就讲包含什么呢？包含即个日本总督府内面的资料，包含法院的资料，包含即个伫警察局内面抓着犯人的时，一定爱有口径，一定爱写出个是安怎抓的，这拢包含在内。这就是日文的原始的档案的资料。
但是日本原始的档案的资料，这是日本官方的资料。啊，日本官方的资料，敢有法度让100%代表廖添真实的廖添丁？啊，这个足歹讲的，因为历史是人写的，哦，就是讲伫国民党的资料内面，郑南榕迄个小由家己自杀来反抗国民党的，伊的迄个资料一定是无好的。但是伫咱民间的资料并毋是安尼，所以台南市呢，最后有一个郑南榕大道，伫市政府头前有即条路名。所以呢，官方的资料、参民间的资料呢，有当是一顿差高笑啊！咱即摆先来看日本这方面的资料。咱先来看廖添丁，伊是1883年到1909年，伊是拢总活27号，伊住伫即个台中清水镇秀水里，较早号做秀水庄，搁较早的是讲做臭水庄，臭水庄，伊就讲住伫故乡的时呢，实际上伊足善车的，因老爸足早死的，伊家己讲感觉伊住伫故乡时，即个千里马呢，北伫将军跳啦，一只马北伫将军跳，无法度人大家走啊，即个施展伊的即种才能，所以呢，伊就讲伊要去都市，就去台北，去台北的时当然是无头路，无头路做个钱油啥物也去共偷，所以呢，到最后伊是18号伊就开始犯案，红红掠去关，掠去关中间呢，即个盗贼呢，偷离开即个监狱呢，有2摆的记录。按即种即个检视一下，1909年，这个到最后伊死的迄年，1909年的3月初8，到伊11月死亡，到个月中间呢，犯出5大的刑案。到最后呢，伊是警察一直要抓伊，就走到淡水河边的即种八里，较早做八里分，八里，去秘伫迄个观音山中，去互迄个董姑林呢下完，这真正的名下完的即个小姐，即个就是讲，伊是秘伫山洞内面。拢是即个董姑林即个社员送便当去互食，迄日呢，即个社员呢是变做无闲，就叫因小姐，或者杨林送便当去。杨林的是因为日本警察要抓即个廖添丁，所以报纸拢有刊，伊是通缉犯。阁有看即种要抓廖添丁，若抓着去报的时呢，有赏1000箍。迄阵的1000箍是偌济？迄阵的公务人员一个月的薪水是差不多15箍，所以1000箍是足大钱的。阁有分牌，就是讲政府部里未分的迄种牌。所以呢，伊看到廖添丁伫咧困呢，伊就想讲我若去报着有即个赏金，阁会使未分。所以就讲伊边下的一个猪头，猪头举起来就真甲讲伊的头遐。廖添丁去讲了醒起来，结果就老费老伤过多，伊也枪要甲拍袂准，即个杨林较紧走去报警察，等到警察来的时，廖添丁肺痨过伤多，就真死啊！这就是廖添丁的日本记载的一生，所以咱来甲看下面这，伫日本的警察的眼中呢，廖添丁是一个共偷摕、共抢劫、甲杀人犯，毋是啥物的抗日分子，也是思想犯。
所以伊的犯案的性质是单纯的社会刑事的案件，参政治是无关系。但是确实有一个特别的所在，伊犯罪的动机参行为呢，本身有严重的轻视警方这个死人迄个入境的这种色彩，咱来甲看下面这啊。这就是迄阵报纸的这种通缉犯聊天钉真正的相片。你若去这个捌你有一个聊天钉的庙，你去看，迄毋是安尼这个伫这个台中的秀水镇也有一个聊天钉的庙，然后再义民祠、义民祠嘛，毋是安尼，这是真正的聊天钉。过来甲看下面这张。这就是通缉聊天钉收金1000块，拢搭伫壁顶咧。过来甲看下面来，咱即摆来讲，咱拄则看的是日本官方即种聊天钉是安尼，咱即摆来看传说中的聊天钉。这个传说就是已经是包含伫即种歌册内。日本时代的报纸啦，参后来足侪即个作家写的聊天钉咱来先来看即个传说的定义。传说是靠口语相传，伫各所在流传的有情节的故事。传说的主角是真正有即个人传说参神话参故事无共，就是伫即个。神话故事无一定真正有即个人，但是传说是真正有即个人即个人名是拢有所以互人相信讲事件是真的，还是讲一半信一半疑。所以讲的人呢，伊会当参无共款的人，伫无共款的所在自由公告，伊的变化，传说的变化就足大。比如讲郑成功郑成功伫台湾也有足侪传说，但是郑成功从来就毋捌到即个北部，结果北部有一个剑潭剑潭剑潭就是讲郑成功甲安尼剑的时安尼下去迄潭内面的时结果就安尼无风平浪静所以迄也是一种传说所以这是传说的性质来，过来下面就是讲，伫日本的官方资料聊天钉是一个贼强盗杀人犯但是足奇怪的就是讲，聊天钉死以后的半年内，日本迄阵的报纸就报即种聊天钉的消息就足多迄个报的内容主要就讲。聊天钉的武功足悬的，伊哪有可能讲去互一个简单的一个人去甲拍死？搁有讲有咧传说讲聊天钉实际上无死搁有人讲聊天钉即个人足好诶所以变做讲聊天钉有人就甲带伫迄个凊彩甲带伫迄个所在，结果就足侪人去甲拜，去甲拜的人跋筊的人拜了，等于就赢筊你若感冒安怎去甲拜一个边仔迄草凊彩挽一个，等去转食也好所以变做足侪人就安尼去拜聊天钉，所以这聊天钉的传说实际上是安尼死以后就开始的。过来上重要的就是伫即个梁上林歌册。这本歌叫做《台湾遗产新歌聊天钉》，伊会流传，参即个册名或者遗产启发着台湾人的感受参灵感。100多年来，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风气的变化真紧，互聊天钉的传说的内容深化，佮精塔就讲伫本来的有的即个所在，佮加入去。所以聊天钉的身份也在咧改变先按遗产过来就是接道，过来就是台湾英雄，过来就变做神啦是到即阵，我甲规说讲伊这是时代精神咱过来看下一页。
所以咱来讲即个念歌歌册啊，这是一个日治时期，就是即本台湾24歌聊天顶。咱来看伊的编作者刘尚林啊，台湾24歌聊天顶拢总12集，是民国44年出版。编者刘尚林，你注意看伊的即个生死的日期，伊是1890年到1974年，1890，聊天钟是1883，所以伊减聊天钟才减7号尔。啊，刘尚林伊是台北闽甲人，无读公学校，就是无读册。20外岁时呢，日本的报纸拢有刊，讲伊呢，互人请卖菜，佫爱跋筊，爱跋筊跋输着甲人抢劫，到最后互警察掠去关。但是呢，根据我的即种调查就讲，伊按即种1932年就出版即种。最新萧行钱开食了，到1958年最新食新油茶讲4句为止，拢总编写出版132本歌册，通讲是一位台湾歌册的大作家，会使你讲是上伟大的作家啊。这拄则我念的这就有2点，头一点就讲，伊是一个佚佗人。伊是无正式读册，结果伊足敖写歌册，歌册无人像伊安尼讲写遮侪本的，伊的歌册实际上拢写得足精彩的，即个台湾24歌聊天顶12集咧，拢总念唱出聊天顶的一生来，咱简单介绍即个刘尚林是安尼，刘尚林有一个孙仔，即个孙仔就是咱即个图的上正边，即个叫做吴泽瑞吴德瑞伊是一个抓医生，抓医生就是讲你厝内迄个册是讲你即本册足宝贵的，结果去互偷食，送伊来到即个咧，伊甲你修理了的时呢。就甲你修理才修正足好诶。所以公家机关不管台大、故宫博物院，足侪资料拢是摕来伊即个所在，所以伊是足有名。伊住伫邦桥，伊姓吴，结果因阿公是姓牛，因为刘尚林伊较早散才去互招，去互姓吴诶招，即个我去邦桥找伊诶时，伊头一句话安怎甲我讲？伊讲阮阿公是照着聊天顶的名咧走，行搭江湖啦。因为迄阿公那是佚佗人，这个参五六天共款。五六天是照着聊天顶的名开始按台湾南北走，到最后变一个民主的斗士、民主斗士、台湾英雄来这边这就是刘尚林，来搁看下面来这本册这本册就是我参其他2个嘉义的萧定春参即个中山大学的张炳生合写的这本册。实际上这本册12集拢是我主改的，注音主改，因2个各人写一篇，来斗做这本册。这本册拢总544页，544页是足高的会使你讲这本册我写10多年，这本册内面的是头一部分的序论，就是我专门咧写聊天顶的真正的一生是安怎，参即个歌册内面的故事，参真正一生的比较，来搁看下一页。这就是这本册第7集。我会特别创第7集呢？因为较早收集的人拢是敢若知影
到第6集尔，所以故事就无完结啊。到最后就是2012年，有一个学者叫做陈庆浩，伊甲伊的册捐互成大，成大甲整理才发现讲，哦，原来即个廖添丁的即本册也有第7到12集啊。即个歌册的注解的实际上是，真困难啊。爱先了解即个作者到底什么人。像讲我是鹿港人，我写的应当着鹿港人的迄种气味在内。吼，梁松林是台北艋舺人，艋舺人讲的话，参我鹿港人差不多，所以我呢，差不多8、9年前，原来有出即个台湾歌册欣赏呢，内面就廖添丁第1到第6集，我第1到第6集用声音录做 CD 甲念出来，我感觉念着足爽快的，因为是用我鹿港腔念的。来，咱来甲看头前2段啊，因为我要来了解，要互大家了解讲歌册的注解是安怎吼。你若有看会清楚，你家念看觅咧。我有甲我的注解送互一个医生，即个医生是台湾人讲对台语文足有趣味的，就讲这歌册注解。伊掀开看讲这我有看有写这，我讲你看无无你一句一句甲念看觅咧。伊就一句一句甲念出，原来是安尼哦。因为伊甲念出来就是咱日常生活讲的话，所以意思就清楚啊。咱来甲看觅咧来，顶本9站放蛋杀，各边7集接第6，若无添丁真把白，煞着点点巨人白。胆量较好就是好，做伊去咧食米糕，听着老人食好数，就要援助伊淡薄。廖添丁呢，逐摆去共偷钱抢钱了呢，落地下内面把呢，若看着善车人，就开始摕钱互人，摕钱互人呢，毋是讲摕10箍、20箍呢。一体有当就是100外箍互人，我讲迄阵的公务人员的薪水，一个月差不多才15箍尔。这就是伊过去偷了的时呢，暗时出来去食米糕。第2段讲，所以去咧食米糕东仔米糕，听着老人食苦数，就要援助伊淡薄援助伊淡薄，摕淡薄仔钱甲援助。听着老人食苦数，请看面顶迄页，苦数到底是啥物？面顶迄页来，无过下骹，煞无看，无要紧。即个苦数到底是啥物呢？为着这就要费1、2年。迄个代字典，日本人编的代字典，伊有安尼写，伊写苛刻的苛，伫即个所在。最后迄段，伊写苦数，就讲久长来拢无咧食肉类油醋，善车人拢食迄种这个饮食来豆腐来什么迄种诶，较少咧食即种肉，什么即种诶。所以听着老人食苦数，就讲听着老人都足善的拢无咧食油醋咧。是安怎？即个伊本文是写即个。靠绕的靠军的靠但是这个伊的本文你甲看是这个第2段的第3趴是写靠军的这个靠数这个靠实际上是鹿港人讲，那这种7爷、8爷、王爷咧出巡的时咱讲迄个靠将，我讲迄个靠将就是围绕那一些。围绕迄种出巡的迄个将军就对啦。鹿港人讲叫靠将，但是字典伊是苛刻的苛实际上鹿港人讲的靠将，就是外口人的
外口人讲的课长啊，鹿港人讲鹿港高中，我考着高中，恁会讲我考着高中高，鹿港人讲考高高，所以课长就是即个课就是等于迄个科共款。哦，我先简单讲到这来，咱搁继续，莫讲伤久哈。咱即摆讲即个台湾语在新歌聊天中的故事内容，我无要照这讲啊，我简单讲就好。拄则伊讲伊伫庄骹，要坐车去台北，结果伫车顶呢，第三逝伊就熟悉一个人，叫做张虎。张虎呢，伫日本警察的喙中呢，是一个大贼。伊若要共去共偷的时，拢爱1000块以上才要共偷的，张氏伊就使说，即个聊天中去做贼，所以聊天中就去看去做贼的时，就开始头一遍做贼，过来就是一去不回头，就拢咧做贼啦。但是呢，这咱等者再讲哈。就讲伊就开始去咧做贼共偷啦，中间有去互即个剃头的时，去互警察抓去。抓去用关3冬，用关3冬，这个放出来。有一个台湾人做日本警察的，劝伊讲：“哎哟，你莫阁共偷啦，你爱行正道啦，摕40块互伊援助伊。”所以伊就咧即个卖水果，但是呢，伊会熬开，伊下骹呢，阁有人缀伊伫咧开。所以到这无钱就开始搁去做案啦，来，搁看下面来。下面就讲伊做足侪案，其中有一个案呢，你来甲看这个第3抓、第4抓，就添丁到台北高贤营。高贤营是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占台湾的时呢，伫台北城灾好野人足烦恼的，高贤营用我来去。伊讲要去参日本人讲，带日本人进城入城，所以日本人互伊做足大的官，互伊即个盐啦、酒啦，拢互伊全卖，所以高贤营伫时代说变做官做足大，足有钱的，伊就去甲高贤营揢油，讲要甲借钱，高贤营无伫厝里。结果伊就抢着一支刀，清惨200块，这是我册案写，实际上伊参高贤营无关系，但是我册安写咱来搁甲看即个下面这咧讲张虎，因为呢，伊即个聊天中伊是二贼，变做讲承认讲聊天中应当是好人，所以呢。即个张虎伊陷害聊天中，伫头一遍做贼的时呢，去摕着4000块，就咧分袂平结果呢，两个伫桥顶的时，张虎就甲聊天中摔落去桥骹，所以即个第6集的时呢，就讲张虎陷害聊天中，走去后山、南山做下场足凄惨的，伊开纸行咧着火烧。身躯有梅毒，以后毋知死共我，这就是写册的人，伫咧对即种人的好歹的即种界定，因为聊天中伊是二贼，伊是好人，所以呢，害聊天中的伊的落场就无好过来上重要伫即个下面迄2抓，这是上重要的。聊天中去警察的宿舍去偷摕即种。警察的制服，参迄个日本警察拢有去捡，结果呢，则个叫伊的拢缀伊伫身边的迄个在涂甲壁，涂甲壁伫即个五路天的故事内面就是红句的，聊天中到倒位拢有一个红句的缀到人的，伊参涂甲壁呢叫做警察参即个通役官，去骗即种。保证就是相当即阵的里长保证里标保证实际上是替日本人咧做代志，就摕一寡钱参3对金手环，
过来看下骹，哈，就是因为呢，伊偷摕看下骹迄个，伊偷摕即种警察的服装，成做警察，所以日本人一定爱掠伊，伊伫掠伊的时掠足久的，到最后呢，伫即遐的即个中间历史的呢，有即个密征。密征实际上就是台湾人做日本人的了白，做了白啊就对了。台湾人替日本人做代志来害台湾人啊！即个陈年酒呢密报即个警察来掠即个廖添丁，陈年酒有就想着要摕到迄个赏金1000箍，所以呢就毋惊廖添丁就挖滚伊身边。廖添丁就用伊手枪甲拍死，所以警察就一定要掠廖添丁，所以廖添丁到最后走到淡水河岸的即种八里分，较早有这八里分，即阵有这八里伫遐唱报歌当然这是即个写歌册的人加入去的，唱报歌熟悉即个玉叶，真正的名是或者贾元谢元贾元，即个玉叶咧参与东区，佮保伊去秘伫迄个山洞内面，逐日送饭去互伊，过来看下面迄个，就像伊是安怎死的，廖添丁安怎死，就是讲，到迄天玉叶无用，叫因小姐送饭互廖添丁。小姐呢，伊知影是要送去廖添丁，伊就贪着讲有赏金1000箍，佮有迄种分牌会使卖分日，所以呢，就甲即个身边的即个廖添丁身边的迄个猪头压起来，讲伊的即种目睭边的迄种太阳穴，廖添丁伫咧困的时去讲醒起来，一直流血。廖添丁呢，随时有诶抽钱，迄个伊诶即种武器，抽钱要甲写去，这写袂准，最后血流伤，所以就真死。廖添丁就是安尼死27岁尔。但是廖添丁死以后，伫日本诶报纸连续半年，拢刊讲，敢若像讲廖添丁无死，廖添丁佫安怎。所以这就是造成到最后廖添丁的传说，就一直传落去啊。这个歌册的作者安尼写，当然伊是徛伫廖添丁，徛伫台湾人的立场伫咧写的。伊讲廖添丁死后有灵性，在先慷慨死有啥，道德则有修。伊讲廖添丁有修道德，做好代志所以呢，伊死后的鬼魂也会保庇人，所以下面就列出足侪具体的代志来甲拜，来下愿的拢有感应。破病的人来拜呢，凊彩即个青草烤即个来食，转去就好啊。跋筊的人来拜，转去就赢啊。即个引起日本警察的注意日本警察就放条讲。恁若搁安尼要甲拜要掘廖添丁的墓，结果这后呢是报纸刊的报纸刊讲廖添丁呢，迄个暗就开始伫迄个警察阴谋甲警察阴谋讲讲恁若搁安尼的时，我要互你安怎。结果阴谋甲即个警察讲，甲这日本警察讲，日本警察惊一个真就毋敢去甲迄个墓创安怎？大家知影即个代志好廖添丁也搁较有灵有啥，所以大家搁一直来拜。这就是廖添丁死后传说的开始。过来甲看落去，看下面来咱即摆来讲即个廖添歌册廖添丁故事的即种特色。第一，伊点出27的主题，歌名就是台湾27即个中间就是有2句即个就讲迄个一开始看你去做菜的即个丈夫呢伊甲即个廖添丁甲即个丈夫讲，做吃贼写路用，
即款我真无赞成，要着点咱的本领，劫富助贫做牺牲。这四句就是已经是点出讲伊的册名二册，来，搁看下面即页。伫即本册内面的聊天顶所头的、所唱的对象有两种人。第一是作威作福的、作即个福的即种日本人啊。聊天顶伊偷摕日本人的即种警察的制服插剑，偷摕日本的即个警察的钱。过来就是讲做日本官的台湾人比如讲高显英做日本的大官，实际上是。高显英参聊天顶是无关系的过来看下骹看下骹实际上就是讲，即个创造的故事而已。也许高显英参聊天顶无关系是安怎来要安尼写？因为要表示讲聊天顶的伊毋甲即种有关系的人过来就讲第二呢，伊是即个。其实即个日警，死人日警，咱来甲看伊的原文是安尼写讲聊天顶伊有武功，我是细汉就有练，阮讲出名棍头先，看就知影龙面顶，我的手钱也较浅，即个浅就是讲写去足准的意思，逐项我都练有着，会拍手钱金钱标。表示讲伊武功悬武功悬伊轻功也足好诶，走足紧诶。伊有法度人伫厝顶安尼，敢若像一个走涂骹安尼咧走咧跳来跳去。伊佫咬变壮，伊加做各种无共款模样诶人客婆、客人诶婆客人诶迄个阿婆，是讲日本婆，是讲拍石师傅，是讲去装做警察。是故里来做苦工的人，是日本人伫即个1909年9月初8日，台湾日日新报有即种三栏拢是报即种聊天顶的代志。迄个标题是安尼写：凶残怒神出鬼物下面写讲有即种稀有武器的凶残。最后呢，稳重伫即种西旧岭的混侵处，这就是讲警察要抓伊呢，用足多警察来甲包围，到最后也是去聊天顶走无去来，过来看下骹来过来，伊随时帮助三车人，伊若去共抢钱抢了呢是呢。若看着讲这个足可怜，就开始摕钱互伊。有当摕40箍，有当摕100箍，有当摕200箍。迄钱就足大圆诶下面即个所以呢，一般人对聊天顶的印象是足好诶这是人民讲诶讲少人后壁迄个后壁即个挂符，即个是原文伊的正字是安尼讲：少人即款遮大路，遮大路咧开钱，遮大路一摕出钱就足大圆诶，一捆摕价40箍劫富助贫，共援助，安尼无影是强盗，强盗就是贼仔，强盗就是强盗强盗较早台湾人也有足多人咧讲强盗。来，搁来看下骹，所以帮助足多人诶。过来就讲，咱来甲看事件诶实事跟虚构即讲你看即种台湾24挂聊天呢，到底是真诶假？有人会怀疑这就讲，咱伫咧不是报一个代志诶时呢，咱来甲看迄个较红诶字就好讲。故事是一种对事件加工的结果，就最少有虚构的成分所以当然是聊天顶的故事有虚构但是伊佫甲加工来佫甲看下面即粒
搁看下面即个吼，我再来即个对吼，就讲念歌歌册伊是文学创作，文学创作甲事实呢到底差偌济啊？我即摆用即种7分事实、3分虚构来讲，就讲咱看聊天顶即本册的时呢，毋是讲完全是小说啊。后来咱过来看，过来后来有一本册哦，这台北城的遗产，迄是廖汉成写的，原来是足有名的哦。这参即种聊天顶的事实是足共款的所以咧是讲，咱讲事实是一件一件散乱的偶然的组合，无一定是有机的。所谓有机，就讲事件的发生过程甲结果是有关联的。但是台湾遗产生活聊天顶，伊伫咧念唱的故事，原来是有机的。比如讲前后互相呼应，还是讲制造一种安尼嫌疑，甚至种化解前后互相呼应的时，这就是变做讲，像讲即个要害聊天顶的，咱拄则讲的丈夫最后伊的结局就讲聊天顶是好人，结果你害好人，所以你的下场也一定足凄惨的咱过来甲看过因这12集有讲足侪故事的这就是有关即种歌册聊天顶的故事。咱来过来甲看第2本是小说伫国民党统治的时期，即个或者廖玉文伊的另外一个名叫廖汉成，伊伫较早原来是足有名，伊是民俗研究者伊也做过记者，做过杂志的编辑。228事件以后呢，伊就进入即种台湾省文献会，专心研究台湾文献。伊的著作是足多的，伊写的即本册在台北城的遗产聊天顶伊所写的即种代志，参即种歌册是足多是共款的歌册是1955年5月出版的，即本册是1955年9月出版的，才差4个月尔来过来甲看下面一页，下面一页咱来甲看即个红字即本书是小说体的书写，正畅销，4个月来发行3版甲即种高音的是袂少即本册呢，对有受教育的读者影响较大。歌册是念歌音乐的题材，对较无读书的人影响较大。咱即个念歌的场合，永远就是伫咧卖药卖药是真正的较有水准的读册人，较袂去迄种场合但是一般的民众较无读册的人拢会去迄种场合。所以呢，念歌的对象永远就是较无读册的人所以呢，较无读册的人受到即种念歌的影响是足大的过来就讲即本的内容，伊是足平时写做聊天顶的一生。廖天生出身散策，因为腰寒才做贼，甲警察作对，靠抢来的钱就帮助散策人，并且强调日本兵对台湾人薄弱的实情。甲廖天顶的老爸写做是抗日的义勇军这就是廖汉成伊家己甲创造出来。战时伫战场，廖天顶的老母是受日本兵强迫，惊一个破病拖无偌久才死去。这拢是文学家因的想象，实际上真正的廖天顶，因老爸老母毋是安。廖天顶的老爸足早就死因老母嘛毋是讲去互日本兵安怎的所以呢，即本册伊就是强调讲日本人对台湾人虐待。来，搁看下面即页，下面即页就是甲伊的即个总结甲列出来。伊的故事参即种歌册的故事差不多但是呢，佫加强即种日本人
欺负台湾人诶迄种诶情形，原来是拢是27岁，秘伫山洞内面啊，去互人弄死。咱过来甲看下面过来下面诶小说诶即本册，心大写诶，劫道正断廖天定。心大伊是1949年出生诶伊是中华县鹿港镇人，17岁就到台北，就开始发表散文参小说伊出诶小说到即阵拢总50外本即个1974年，民国63年迄阵诶，本土意识登咧埔头，伊就开始投入即种报道文学诶写作，上山落海，到台湾各所在做田野调查，采访报道本土诶人文甲自然生态即本册是25岁写诶下面就是即个迄个章节也是共款，原来是参本来诶故事共款，就是27岁死去就是讲即个去互人报案去互人用地头拍死实际上呢，小说是歌册拢写地头，但是真正诶故事，咱一开始讲日本时代报迄个迄个啥物呢？头在1988年写诶，毋是即种地头，是铁锹。我即摆一时到咧讲袂写出来，是12还是啥物诶迄种诶，用铁锹是无？还是锹？是只不过是伫秋天诶锹，用迄弄死诶。来，搁看下面来，下面即本册是22万字诶长篇小说。描写民间传奇人物廖天丁的传记。心大写廖天丁呢，段1975年伫联合报副刊连载1年，隔当年3月出版紫渊就是即个风吹廖天丁的故事5月再版，卖出7万外本。伫迄阵呢，民国60几年卖出7万外本，迄是足惊人诶！可见讲看即本册诶人是足多诶。到最后呢，1997年诶时，搁再版改册名，号做《劫道正断廖天定》即本册呢写即种写即本册诶态度，参感情是反映台湾人诶心声。互廖天丁诚济有血、有肉、有爱诶形象即个作者写即本诶时，最后伊有安尼讲，伊毋是伟大诶人，毋是好绝对毋是好人，因为伊拢共抢劫嘛。所以呢，但是伊是安怎来互后代诶人做即种神格流传？做神格就讲后来廖天丁变做神。是伊的一生反映了当时同胞所共感的情绪，伊的传奇掺着时代斑斑点点的血，毋是写报道，还是传记。我要写小说，用我的虔诚完成一部文学创作。下面伊阁讲，我要塑造的毋是干那伊的故事，也毋是干那伊的形象，我要写的是一个按我腹肚内面生出来的生命这就是即个作者写即本册的即种心情。来，搁看下骹来。可能咱即马讲伤济下面搁这中间讲是毋是安插一个，要搁来唱即个念歌我休即个来，开始来安尼老师感觉先即页感觉先甲讲了，就是甲拄则即本册共款诶，咱再来休困。你讲安怎？就是即页，即马画面顶悬即页，即马家己开袂要紧，你即马伊要有歌词嘛？好，OK，好，老师，咱安尼你先休困一下。迄个即马咱
拄则迄个杨妹吼，有甲咱准备另外两块歌嘛，对无？两块歌啊，吼请杨妹来甲咱分享，我来分享画面一个，稍等哦。好，我念咪要念聊天顶个故事，因为足长的嘛，我就是选一个，就是聊天顶伊去台北，伊要坐火车去台北时阵，拄着迄个朋友叫张富。头拄仔老师有讲，就是讲迄边的故事，因两个人要斗阵，就是落火车了，然后要去找大的所在迄边。这个七拍我是对即本老师写即本册内底选出来，我就是无啥物拢无改，就是内底，所以这毋是我写的，这是原迄歌生写的吼。好，我安尼我就开始啊。沿路若行，若讲话，粗风袂输啊，情到尾。李管接去是第一座，即撮好做的白蒙古话。做阵活力，北门关晓伫六顶啊，第五环啊。下里小弟是泡一罐，煞步歇步啊，是较安全。粗粗做对，食趣味，添顶着开喙，是问伊。朋友你做写干记，票工一位，真无疑。从你遮，毋知影，久着知影，我的情味啊，我的职业是无限天啊，有钱通趁，我着行，事业我嘛是。无赶阵，小弟命主的了甜甜。我情含慢是无路用，总是望你斗牵心，望你斗牵心啊。哎呀，小弟，莫安尼遐客气啦。你我讲休一间房，若是轻起咱食通，白白咱是大的工，邻厝也有啥物人？我大台中草水庄，满片爸母是头出门，做红着爱两庄，QQ 体体都是酸。歌听了，若是有情意，你后摆搁来念。
多谢杨妹诶，这个念歌有足精彩啊！甲大家讲分享就是这个上尾啊，这个歌仔尾吼，这四句是咱这个贵兰子也的创作。哦，咱贵兰子也嘛是真有才情，甲咱遮的友志拢足有才情，足厉害，搞唱歌，搁搞写歌啊，吼好 OK。安尼，咱刷落来，咱继续是毋是请炳华教授敢准继续备好势啊？唱好足好诶吼。不过拄则有一句吼，我真含慢无路用，毋知是你是唱用还是用？迄拍诶，袂记啊，迄拍诶文卡是用哦，所以是可能无我唱定打去啊，歹势。哦。啊，对啊，因为吼，我有听老师的录的迄个 CD 啊、音档啊，我其实就想要模仿老师的腔口，也不过我惊吼，我学无成啊，颠倒个歹听，因为譬如讲，你去就是足侪所在，譬如讲北门街。阮是讲北门嘛，我头拄有小可要学迄个北门街，无我平常时毋是讲门啊，是讲门，是毋老师？因为我无鼻音，我无哦，对，就是即款所在，我个真正毋知要安怎咧。搁有一寡什物什物学理啊，搁有什物，就是我有看迄本册内底顶头有写迄个啥音嘛，有标音嘛。我就想讲煞以后有时有机会才甲老师学迄个鹿港腔，我才来试看卖唱迄个真正有歌仔先写出来迄个气味的念歌。吼，真歹势，今仔日无迄个气味。哦，多谢你，多谢你听我的 CD，我这足少听到人讲有人咧听我的 CD。哎哟，当然是爱参考啊，因为有时看音乐老师有标音嘛，我就想要了解到底是安怎的讲法安尼。实在讲实在话，因为就是伫台北搁有歌戏啊，我毋知台北敢有一寡是毋是歌仔先，因为我知影李柳先啊，搁有较以前的杨秀卿老师，因拢毋是迄个鹿港腔，所以若是要叫我用鹿港腔去唱一寡声音，我就感觉足。毋知影要安怎发音，就较碍，所以我就好奇讲，敢有以前有录音的即款歌仔声，伊真正是鹿港腔的，我要想要来听看觅伊到底是要安怎唱即款鹿港腔的腔。若是大家知影，会使报我知吼。多谢。你5月20一定爱来参加家己的迄个。哦好，我来安排一个。好，来，咱继续来。好 ，OK， 好，多谢杨妹啊，咱老师继续，请。即个梁尚林，伊甲册名来讲吼，在台湾27新歌聊天顶，我阁特别介绍即个歌册后来有一间册店吼，在竹林书局德林书局。伊个老板吼，即林有来，即个梁尚林拢总130外本的歌册，伊若出一本，即个德林伊就开始甲印一本，我专门咧感觉咧共偷印的就对啦，伊德林是出足多，即阵伫新竹的即种城隍庙的对面迄条巷啊，迄条路。长安路也有即个德林书局，即摆全台湾敢若即间，也有伫咧经营，梁尚林的册名是台湾27新歌聊天顶，德林书局的册名是27聊天顶。我讲这有啥物无共？梁尚林是强调台湾，个新歌。伊敢若27聊天顶的时就较无强调即种台湾，所以就讲咱来讲，甲即种台湾意识，搁较提出来的时，这就有值得你去注意啊。所以拄则介绍这新代的即种接道聊天顶，伊伫迄本册最后呢，伊写讲，这就是在台湾魂，用3字
台湾魂，台湾魂。所以呢，到最后是我想，这有你，所以我就甲这台湾精神，哦，咱爱重视这个台湾精神，哦，你的是变成你讲这个聊天顶，较早的代志，你咧讲这要创啥？哦，实际上毋是安尼。头前的人做，值得咱来安尼继承的，咱爱甲好好甲继承落去。哦，所以这个台湾精神，这是足重要的。哦，这个咱就是讲，伊后在夹道正断，什么叫做夹道正断呢？伫司马迁伊有安尼讲，伊有安尼，我即摆甲大约甲翻译即个啊，就讲即个人的行为虽然是敢若像无下证据，但是伊讲话一定是有照实的，一定会实行的。伊咧做时是足坚强，要做就是要安尼做。伊若甲人答应，一定会做会到。毋惊讲伊家己的身体安怎，别人若有困难，伊会去甲帮忙，所以即种的人呢，值得咱来甲学咯。所以伊就用即种夹到即个书记的是啥又夹列端，所以即个夹呢，又解决别人的困难，讲信用，袂单是家己的美德，即种的美德。就是讲伫心态下夹到正段内面的，实际上，敢若像聊天顶伊所做的，就是就是有即种意思安尼。即个正段呢，即变做敢若像毋是耶稣啊，是表示讲即个主角的事迹是值得相信的。咱搁看下面，即本册呢，拢总22万字，是小说。伊的内容咱甲分做3部分来讲，第一是起果，就讲聊天顶呢，伊离开因故乡呢，到戏班去流浪。有一日，即个搬戏的先生，搬戏的先生就咧指导几出戏的老师，就叫伊上台唱歌。伊拄则唱了的时，就有一个人雄雄爬去台顶呢，就要参与念一段，念一段，念看觅咧咱来，咱好情调你，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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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袂去死，害咱艰苦学过年，输着台湾汉民族，来互日本遮苦索。你若安尼唱啦吼，我若是用江湖调，可见讲江湖调是种伴奏呢，我来足侪种的吼。我是王正义的学生，王正义，王正义就是甲即个杨秀清学的就安尼，因为唱即个时，互日本人要掠即个歌戏班，所以歌戏班就解散。解散时，即个就换到台北去，搁看下面来。台北即摆分做2条主线，第一条是聊天顶为着反抗报复日本人对台湾同胞的压迫，就去抢日本人甲警察作对。另外一条是聊天顶对爱情的思慕甲追求，这就参即个廖汉新写的迄就无共啊。第一对象是叶段英英，这个叶段英英就是伊较早的戏班先时的查某囝，伊头一遍呢，伫即种妓院去看到即个英英，即个英英对即个少年呢，对即个缘投送，册较是安尼写，讲种缘投安怎原来有伫咧注意。但是到最后，即个英英呢，去互一个日本人包饲无法度，所以2个无法度人结合，因2个才见两摆面尔。所以另外一个对象呢，就是阿元，你伫个原始当然是假元，所以即个元是共音，就是去共一个人。
啊。即个日本警察咧掠即个廖添丁，到最后廖添丁遭到8厘纷争，误着阿元。啊，就误着阿元的时呢，阿元带去美抓山洞。啊，廖添丁伊也走了，也足神的，讲我无爱佮走啊。吼，啊，就讲误着即个，就讲真正讲互伊安顿的是即个阿元。啊，到最后伫昆明顶去哦，杨兴用猪头公司啊，新大伊甲化名做杨兴。啊，真正的日本的记录是杨林，过来看下面来。啊，这故事安尼，但是新大伊的故事也是无离开即个原始的资料。原来是照常27岁，原来去用公示安尼，但是伊中间就加足侪即种情节，佮加即种爱情的迄种故事出来。咱来甲看第3廖添丁，廖添丁写台湾英雄廖添丁。这已经是到国民党统治到改严的时期。五六天是1947年到2019年，伊是1947，我是1946，伊万我7岁。五六天一生也是一部传奇。台湾英雄廖添丁的内容最少有作者的影了，实际上就是。五六天化身做廖添丁咧行江湖，来，搁看下面。即个1989年五六天甲广告的内容出版《台湾英雄廖添丁》伫五六天的即种璀璨笔下呢，廖添丁不只是劫富济贫，搁较是反抗日本人的知识分子、民族英雄这五六天甲加落去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呢，伫本来的即种歌册内面无讲到即种廖添丁捌字毋捌字的问题，搁较是民族英雄是有作者个人的特殊的即种遭遇，参时代背景的影响。五六天身高165公分，细汉身体懒。后来靠练走、拍拳、甲练剑，才臃肿身体。26岁呢，伊是剑道五段的高手。搁伫厝内2楼开设即种道馆、教徒弟。1985年呢，伫艋舺开设即种台湾美术馆，现场广告，搁互电台放送。1987年呢，伊家己编、家己演，家己做主角。拍一部电影叫《台湾英雄廖添丁》，过当年佫拍第2部是《台湾镖局》，2部电影的主题曲的即个词呢，内面亲就讲台湾毋是旅社，互人咧哮喘，台湾前途袂暗淡，有发扬台湾意识的自觉。就是讲，迄阵实际上，伊慢慢有即种对抗国民党统治者的即种意识出现。过来看下面来，五六天广告呢，毋免看剧本，一个简单的故事来讲呢，到伊的喙内呢，就变做曲折即种离奇的传奇故事。人物的描述，互人有具体的感觉，显出伊惊人的组织能力，甲描述技巧。伊广告成功的原因，就伊是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咱这后壁毋知有啊无？就讲伊细汉就有下骨瘦，身体歹12岁时呢，因为暗时扫袂停，互因大兄派以前出去这流浪流浪5年以后才阁转来。17岁转来时呢，因老爸咧卖即种中药，因老爸讲无咱来即个电台卖即个。来每一个时间，无你去讲，所以17岁开始就开始电台一直讲所以廖添丁的传奇呢，一直电台讲19年，伊就是讲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这个细汉出去伫江湖伫咧流浪，所以伊的台湾话呢足骨溜的，足流利的，过来就是伊爱看册。伊爱看法律小说，亲像讲即个《基督山维修记》《相信记》，这还是讲中国的小说《水滸传》《红楼梦》等，
看拢看了搁再看，所以呢，实际上伊家己本身足拍拼的，伊家己足认真读册，所以去考香港的迄个在函授学校，就是讲毋免去读敢若用写批的，用写批的，我较早对因有趣味，我嘛拢去参加迄种函授学校，结果去摕着一个即种中医的学士。原来是足认真的来过来看下面来，这个台湾英雄聊天顶的故事情节这个情节的时呢，变做咱无需要想看，主要就是讲拢伊家己发明出来，家己创造出来，参本来的聊天顶实际上是拢无关系。来这个情节我拢做写8、9点的来，过来下面看落去来内面讲到即种这个台湾的米酒的问题，讲到五果鱼的问题，讲到即种竹叶内的制作纸的问题，讲到即种玻璃的小香酒的问题，头前有佫讲到即种大巴黎事件的问题，迄种故事来佫看下面下面呢有是即种导引的风波，这个导引的风波呢，原来是足趣味的，就是讲我一开始讲的，阮是聊天顶这个西鲁峰伫台北讲阮是聊天顶演的，内面有一幕就是讲，迄个时钟12点的迄个时钟本来是吊伫迄个，到时阵变无去所以这个西鲁峰编剧者去问迄内面的人讲恁迄时钟是安怎甲变无去的？迄个时钟参即个是有关系的迄就是讲伊甲即种日本总督的迄个音本来有迄个音嘛即摆呢是日本要庆祝即个日本的总督迄天的时就甲伊派飞机来庆祝安尼，结果伊就共讲我要去偷迄个中国的音实际上，伊哪有法度人去偷？伊家己去摕一个汉字来甲刻汉字音模仿迄个总督的迄个字，来甲再印出来，再印好伫车头开始分摊印互大家。大家看着讲，假是讲伊真正是去偷着即个总督的音所以这变成大消息。所以总督庆祝总督生日迄个代志飞轮机要来的，煞变成小消息啦。这甲日本总督一个变空。到11日煞场就是讲，一开始伊是讲聊天顶，即摆聊天顶有囝这个囝咧，佫足奇怪，这囝啥物人甲照顾的？阿贤师咱下面有讲，西来七坎的迄个阿贤师甲照顾的。所以最后还是讲用因囝去互掠去的时，就是要叫因囝讲安尼口供讲照出讲到底恁老爸伫倒位，但是因囝死都毋讲，到最后日本人对伊也无法度就安尼就结束安尼。所以这个头到尾完全就是聊天顶家己甲创作出来，来过来看下面来。但是这个56天的这种背景，参其他人无啥共款。咱讲伊民主风气的冲击，56天呢，为1969年开始就用台语透过收音机广告聊天顶传奇，有19年遐尼久，拢伫咧讲即个故事。所以1989年甲伊讲的即个呢，出现在台湾英雄聊天顶1987年就是民国76年，控制台湾人民自由有38年久的戒严法改除，这是台湾政治史的大转变。这正是56天拄当壮年这个伫电台咧广告的时期，所以呢，伊1987、1988拍2部电影，参聊天顶有关系，开始参政治人物往来，甚至呢介入政治人物的纷争，替民进党挑战当局徛头阵，
并且伫广告中呢加入较侪的时事评论，可见伊所塑造的聊天店甲个人的身世、时代、政治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伊嘛讲聊天店是为了追求台湾的民主自由，所以讲伊是台湾英雄。来，搁看下面来，咱来甲讲即个传说科啊的即种分化。咱讲即个传说的即种演变，传说流行的所在呢，或者传说科。传说呢，一定有一个核心。有传说也会刷动，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把故事的中心人物变做超群的旅行家。这是一个日本作家的传说论写的。超群的旅行家就是传说人物的生死年活动地区是会当刷动的，毋是固定的。伫历史甲参文学的两个极端中间有淡薄仔铺设的所在，互事件敢若历史，佫毋是真实的事件，有文学的想象空间。五月天的广告甲书写的聊天中，就是一个超群的旅行家所以伊已经加入伊家己个人的足侪成分在内。来，搁看下骹下面即个。下面即个标题，我就是讲五月天讲的聊天店是家己创作的。台湾英雄聊天店讲聊天店活到39号，咱会记哩咱一开始讲聊天店是27号就死啊，结果伊内面交代讲伊活到39号，加活12年。所以呢，1915年聊天店是1909年就死啊，结果1915年发生的大巴黎事件。变做以后参加即个南投县的玻璃酒厂玻璃的酒厂呢，1917年落成，结果以后功劳毋是敢若安尼事实是西罗切坎的阿贤西是1992年出世，1867年过身拢总活76岁。结果五月天写即本册，讲聊天店参迎亲即个查某生的囝是互活到102岁阿贤西伫咧养饲所以变做讲阿贤西活足久的，搁下面来，下面我来讲吴国瑜。吴国瑜人本来是即个1946年按新加坡引入来到台湾，结果呢，伊讲的吴国瑜。五月天的吴国瑜是一个叫做个称吴家椒，所以叫做吴个称伊饲的鱼叫做吴个鱼这个时间拢斗袂完。除了这个年过斗袂完以后呢，聊天店的卡咧聊天店本来是伫即种中部北部尔，结果呢。五月天的聊天店是到台中、南投、嘉义、台南、高雄，拢有到迄个所在。这就是传说科的混括其实听众袂去计较这，听了趣味就好，阁会当学台语呢。你讲阁会当学台语，来，我即马来放，我即马放演从各位听有吼，我来甲放看卖咧吼。来，互各位听五月天安怎讲来。讲聊天顶，说聊天顶。聊天顶的故事讲不尽，故事拄啊讲到聊天顶红龟来到德山地，要来食德山的罗麻，德山皇帝这个真大尾，互做羊仔头、杨明德特别大车饼，这段故事真有历史性，这有根据的迄就是当时日本
三菱株式会社的头家仔囝传地民夫，也来台湾地佚佗，游览对德山的溪头去，看到遐德拿一大堆，德赫落甲规涂骹，看到这德赫真珍贵。哎，我即摆要安怎入去啊？喂，我有啊，我要安你伫内怎入去啊？底无问题哦，你对，你你无即摆已经嘿无，伫内底啊，嘿，啊你继续讲就会使。你嘿，继续讲话。啊，毋是啊，即个也无，我即摆也你即摆要无要。讲，你继续讲话啊，等落就会甲你放即个迄个录影带，无要紧嘿，即个也无嘿。毋是啊，我迄个也无，我看无啊。诶，我看者，老师，你拄则是开一个软体放迄个声音对无？嘿，啊，你甲迄个软体诶顶面两边敢有即个符号，甲关掉，一个即个软体 X 我就甲的符号，会关掉当啊咧，甲关掉，嘿，敢会使？软体关掉啊呢。软体关掉啊。嘿，啊，你即摆画面看到的是啥物物件？会我当即摆敢小可若看到我即个档案的这个尔。吼，安尼你伫迄个电脑的上下骹，应嘿，该是有一条迄个迄个叫做软体显示软体啊，应该是有一个是 W，就是 Webex，敢有看到？我找无啊。荧幕的下骹，荧幕的下骹骹迄迄排段，地上的嘿，骹迄排有一个蓝色的写 W，你甲试一下。对，你用鸟鼠仔刷到上下骹迄条，啊，若找着迄个 W Webex，你就甲试落，应该就会当看到咱的画面。找着啥物啊？一个 W 的符号，青色甲蓝色的 W，敢有看到？电脑荧幕的上下哦，有骹啊，我即迄段，摆吼啊，这个啊吼，转来嘿，好，好来，好来，我下面一粒，哦，我较紧甲结束哈。哎，来，咱过来讲即个聊天店变做神啦吼。伫即个旧的台北县的八里乡呢，有一间汉民俗啊，也称作也号做即个聊天店庙哦。伫即个1958年呢，起庙落成啊，1985年新城重建啊，到2003年佫起一个1楼建店哦。1楼就是服侍聊天店，2楼是服侍观光，是安怎来参观光有关系？因为迄阵要申请聊天店，因讲这袂使准入，啊，所以用观光去申请的，啊，所以变做内面原来有观光的上，哦，这就是八里的迄个庙。啊，当时呢，伫伊个出生的所在呢，台中清水的迄个所在呢，原来有一间汉民俗，原来是伫咧拜聊天店，所以聊天店就变做神啊。来，过来看下面，哦，下面。哦，这就是即个伫八里的即个迄个汉民俗，吼，来讲看下面，啊，咱过来看即个艺术表演活动，到即个台湾的民主时期呢，啊，即个就是讲即个日本人写的即本册，伊咧讲吼，即个传说的即个内容呢。有当时呢，参历史慢慢的会离开啊。另外一边呢，就是参文学较接近，啊，煞参文学南斗阵共款。所以咱即摆来讲，即个到底这聊天厅参艺术表演活动有啥物关系？下面一粒，啊，咱要讲即个林怀民的即个云门舞集内面呢，伊伫即个。1979年，捌伫即个国父纪念馆啊，演出即种聊天厅的即种舞剧啊，
搁有即种马水龙诶，即种聊天顶管弦乐诶组曲，有即种诶表演，过来到即个1980年诶时呢，搁伫台北市诶青年宫野台演出聊天顶，每一暗诶看诶人有5万人，毋是干那演一暗到底几暗我无啥知，但是我看这个资料是，毋是干那一暗尔，所以足侪人是爬去树仔顶伫咧看，所以聊天顶到慢慢来诶时呢，变做毋是日本官方诶迄种诶做菜啦共抢劫诶迄种诶聊天顶，已经是干那就是说变做有一点点神化，有一点点说变做干那就是文学上是一个主持正义诶人共款，过来看下面，下面。伫即个2020年，台湾文学馆有出一个聊天顶路人就是喜人的人人联想歌。这个联想歌呢，本来是连战的连，恁听有无？连战的连。本来是迄个连，结果是心早的人讲毋通安尼咧，毋通伤过明显去咧。我讲连战所以才改做一个连但你聊天顶路人人就是喜人联想歌，即种诶，这算是属于儿童文学嘅，这就是。迄个敢若是咧画即种迄个漫画，就是讲迄个动画，动画伊用即种念歌诶方式甲唱出来，咱是或是即摆后来变做后来是变做聊天顶所做拢好代志来过来看看下面下面，就是最近3月24到26。施如峰原来是鹿港人又编辑就是阮是聊天顶，到底阮是聊天顶是伫咧演什么诶？主要就是讲，伊是以1920年诶台湾历史时期做时空诶背景。甲传奇人物聊天顶诶生平诶代志呢，民间传说诶时呢，拢甲创伫内面搁有三位即种现代杰女来更新来即个解说即种女版诶聊天顶。总共一句就是讲，聊天顶伫后来时就变做是，敢若就是一个好人伫迄个歌册伊是二七，但是伫即内面伊也毋是歹人这就是即种借用即种聊天顶，过来甲郑新演的即种的后来即种创作。来，过来甲看下面下面即个聊天顶精神即摆要讲聊天顶精神即个聊天顶精神是我家己甲发明的但是即个心态，原来是鹿港人写的迄种诶，迄种咧夹道正端正呢。伊迄本册后壁就有讲着台湾魂讲聊天顶是代表即个台湾魂即个有关聊天顶诶著作有10外本我即摆列出重要诶4本，就是歌册，这是上头诶是即个1955年出版诶。3本小说，除了即个提示日本人的暴行甲反抗日本的主权以外呢，即个心态的这本呢，搁较重视乡土文学的表现，因为伊迄个时代就是拄啊伫咧民国60多年乡土文学大家在咧提倡的时，伊要写出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是伫台湾土地成长，有军家军。有角色的聊天顶，透过无同的剧场呢，即个媒体呢呈现出的聊天顶呢，更较普遍的深入人心，互聊天顶接做一个真正的具体的影响。来，搁看后壁即个
我即摆做一个比喻啦吼，聊天顶死后剩一堆白骨，毋过报纸拢总有半年中间讲报伊无死，讲伊有灵性的报道，说互聊天顶的精神就是伊的灵魂，飘游伫苏东时听唱念歌，较无读册的民众的心中，歌册互聊天顶搁活起来，并且是劫富助贫的遗产。廖汉成讲伊的一生，伫读册人心中呢，叫做一个完整的人，有血有肉，并且符合一般人期待预测。心态伫了度的基础上，对着乡土文学意识的放送，互聊天顶有个性，并且有爱情、友情、家国之情。最后，吴乐天家己化身做聊天顶，自由自在伫江湖行踏，行劫重义，并且得到政治气氛的转变，叫做抗日大英雄，为台湾同胞争取自由民主的壮士。过来看下面聊天顶的传说是真是假，实际上无重要。重要的是伊表现的精神。聊天顶的事迹是反映当时受欺压的人民的苦闷的心情，会当发泄人民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并且袂当闪避，就爱去面对、去反抗。这就讲对台湾人民来讲的，这种精神就是心态所讲的台湾魂。咱引用心态的话来结束本文。台湾人真艰苦呐，万人、荷兰人、日本人革命，只有参加革命才会当解救台湾民族本来伊是原文是台湾的汉民族啦，我即摆甲即个汉去掉才会当解救台湾民族伊用即个来做结论。多谢我安尼简单讲到这，占足侪时间呢。咱毋知有啥物大家听了无清楚要补充的无？多谢。感谢徐明华教授你足精彩的分享，互咱补充足侪资料，哇，一解的信息足大。我相信咱的即个友志吼，咱伫边仔抑搁伫遮咧听的友志，一定有足侪想要甲老师问的。咱就即马先用即个野手的方式来甲老师问问题，好无？来，请大家我看到迄个陈瑞生的有野手。请陈瑞先生就是会当讲话。这个问题请教徐教授吼，这个小说吼，这个小说心态吼，这个人，我看，李碧辉啦吼。伊即个写的即个夹道正段聊天顶吼，这是1975年出版的，敢毋是吼？伊敢是中文写的？请教你。是用中文写，用中文写内面最少有台湾话。多谢。我发觉一个事实咧，台湾人写小说吼，虽然是用中文写，但是最少拢会留下伊的身份，原来会用一寡台湾话伫咧讲。到底就讲台湾人伊写的话，无法度人100%纯粹是用中文写，可能嘛是为着表现的关系，最少拢有用台湾话，尤其是迄个聊天顶迄个像迄个最后迄个。最后迄个即个咱来看即个即个吴乐天吴乐天根本就是完全是用台语伫咧讲诶，伊咧广告拢用台语诶，
所以出来时虽然是用册出来，虽然是用中文写，实际上内面有足侪根本就是拢台语，拢台湾话。多谢。好，敢佫有咱有志有想要甲士兵华教授请问的问题无？还是有想要分享的？拄则听了有啥物有感想，还是会当甲教授分享的？请是下骹吼，下骹即个正手边算过来第4个，有一支手的即个匙仔，甲刺落就对啊。我先讲这个册遐较就是晚，现代写的，这中间遐较晚入来，毋知伊有啥物要问，还是要补充无？中间遐。对这我无讲我这个做外行啦吼，但是我刚才想讲，即个廖添丁吼，伊拢咧抗日嘛吼，即个中国即国民党嘛，足反日啦吼，是毋是讲因为安尼，搁看伊的即个出版人吼，拢是迄种联合报、封管家的即种的刊物吼，所以我是咧搁伊即个迄个精神拢讲按汉调去吼，所以咱即摆我是讲伊这中国味不止重啦吼，即摆若想讲伫即摆目前即摆台湾的情景，就是讲要挖中国，还是要挖美国吼，即种的文学咱启示出来要，甲伊当做台湾精神吼。这毋知大家有啥物款的想法安尼啦？嘿，这个即马即个台湾教授学会，伊有办第3届新世代台湾精神奖，吼。就是讲要宣示讲较有台湾精神，到底台湾精神是代表啥？伊迄内面有讲就是讲对社会关心啊，对什么的，实际范围是足宽的，因为咱即摆足侪台湾的论述吼，拢甲即个日本时代遮，因为日本时代变做讲是对咱即个台湾的现代化吼，即个应该是功劳足大安尼吼。所以我会感觉即个廖添丁即种的故事吼，基本上是忽略即个日本时代对台湾的建设啦，所以变做对台湾变做较现代化，行入去一个正常的国家，变做民主国家，要伫世界和咱比拼吼，变做甲迄个台湾精神去甲伊设伫即个汉民族即地顶头安尼，毋知。我讲安尼讲，毋知讲伤过头咸无安尼啦嘿。我先讲一句吼，即个各位若有趣味的时，就讲即阵即个台湾教授学会即种新世代台湾精神奖吼，迄个网络啥物随时拢有，各位会当去看，伊内面是要表扬的是有分做足侪类的，好，我会使发言未？好，陈律师你请。好，我一定都要接煞梁公兄讲的即个代志啦吼，因为这是今仔日我相信一项重要的代志。即个以前我小可来讲到咱即个歌册啦吼，也是咱今仔介绍遮吼，即个用字的问题啦，吼当然迄是全汉字啦吼，较传统的讲法。但是我相信吼，大部分人读起来至少一半读无啦，毋知要安怎发音啥货吼。咱吼即个歌册若要互伊较现代化吼，
少年人还是外行人较会当接受吼，伊毋是即个版本吼，即个全汉字的即个版本一撮一撮下底爱搁兼全罗马字的版本，安尼吼，外行人可能都咱会当知影要安怎发音，可能较知影伊的意思啦吼，这是一点吼。过来倒转来中公兄即个问题吼，这拄好我想要问的问题啦。一般总讲起来吼，我的感觉是甲中公兄共款吼。但是吼，这项代志会当分两节来讲啦吼。第一就是戒严令以前吼，关于聊天经即个讲民间文学会使吼。文学艺术，因为伊是规套吼，从歌册到小说到广播剧到舞台剧，拢有出来。你若斟酌甲看吼，即个发展的时间吼，拢是戒严令以前，这足古怪的代志，足奇葩的代志，吼特别是吼。你像吴乐天拄则施教授有讲的，伊敢若讲聊天顶即个故事吼，讲17档9档，19档，为什么会当安尼？迄就是政府无甲禁嘛，吼，伊讲的拢是台湾话啊，吼，迄阵禁台语、禁台湾歌、流行歌，禁甲差不多要死啦！为什么吴乐天这款聊天顶的故事会当讲19档？公布叫顶会当公布，吼。所以吼，综合起来，我是感觉讲吼，聊天顶伫戒严令以前会当遐尼啊实行，台仔面台仔下，这真要紧的因素是，这个中国人要利用。这个代志，半真半实的代志，加油添醋啥货吼，男的吼，要来加强台湾人对日本人的这个歹印象，吼，甲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怨恨，要来送互咱台湾人接受，吼，我相信这是这个。台仔下底真要紧的一个动机啦，当然戒严以后，咱台湾人开始注意这项代志了后，这个观点有渐渐改变，变做足无相关。比如讲，咱最近的这个最近这个阮戏剧团了，是不是？咧演这个聊天顶阮是聊天顶这个台语剧啊，这就甲戒严令时代介绍的聊天顶完全无相似，这就是聊天顶的，会使讲做转型啦，就对了所以其实聊天顶这个代志实在是。对咱台湾文学上啦是一个足好的例啦，因为伊为歌册传统的歌册到小说、到广播剧、到舞台剧拢有，伊的时间为日本时代牵拖到即摆，这是一个足好的一个实在的，互咱了解讲咱台湾文学会速速行过来路啦，多谢。多谢陈瑞生分享甲提出一寡问题啦其实拄则咱即个边啊 chat room 内底有一个 Bianca 有问一个问题，想要应该是要问即个是炳华教授伊讲伊的问题是讲。1909年的左右，迄当阵报社应该是也受到日本政府的管制，
为何迄当阵有关即个聊天顶死去的报纸毋敢实在甲报，煞报伊无死有灵性的事件代志，嘿。毋知这徐明华教授敢有啥物解说无？还是讲有资料会当甲咱分享？迄阵的报纸当然是受日本政府控制，报纸所刊的拢是个讲听说讲伊无死，但是到最后拢讲聊天顶死是真正是确实的，就讲有即种谣言，有即种传说，但伊最后迄报纸伫咧刊的是最后迄几句，拢会写讲聊天顶实际上真正死啊，这是免去怀疑的安尼。了解。毋知即个比昂卡，就是听咱教授甲咱回答，敢有解决你的问题？若无会当搁举手来提问。迄个拄则即个陈瑞兄讲的，有一个问题吼，就是讲歌册所写的是用汉字写，我用啥物用足多，我讲足多，差不多是一半啦，拢是照音字，因为你无法度人真正直接表达即种，无法度人用汉字直接表达咱台湾人要表达的迄种意思，拢是用即种照音字，用照音字来表达的，所以即阵咧研究即种歌册时呢，一定用罗马字发出来，就讲不管是字伫面顶还是字伫边啊，你有一字汉字就是有罗马字出现啊。所以你若要看这个时阵，毋免惊看无，就是讲看迄罗马字就拢无问题。因为即阵的人咧看即种民间的足少讲直接看迄个汉字，有法度人看有诶。所以就是讲即阵的，若我咧出版即种歌册，一定就是一撮罗马字一定出来，你人才看有，人才念会出来，因为这是属于声音的文学。咱讲迄念歌，迄本来就是声音的，你迄个音若无出来时，根本就无法度人念出来。多谢这是冰华教授。我拄则看到，即马有即个李占星老师甲即个郭文贤兄，就是咱先请即个占星老师来讲话。多谢徐教授精彩的演说吼。拄好讲到咱台湾精神、台湾魂吼，咱台湾嘛阁有诚侪故事吼，拢甲台湾魂有关系吼。譬如讲，咱讲的即个黄宗辉牧师、陈思明教授，咱林德虎教授，阁咱即马诚上巴即黄土水艺术家，阁咱敬爱迄八田一一，伊是日本人，但是为了即个土地伫拍拼贡献，伊比咱台湾人更较爱台湾人。即个故事拢会使摕出来做台湾魂甲台湾精神做题材啦。以上多谢。实际上是即台湾魂代表台湾人的足多的啦吼。比如讲即个现代的即个蒋伟文，伊就主张讲迄个或者啥物人，台湾人我一时讲袂出来，捌伫圣代教，伊讲应当是迄个圣代教。讲林茂生教授是对，林茂生，对林茂生，伊就主张讲爱用林茂生来做啥物诶？迄个每一年诶教师节诶，伊诶生日在教师节诶迄个日子，伊讲以后伫圣代校务会议提出诶，结果就无人要插伊，蒋伟文伫圣代是高教啦，所以实际上真正有台湾
台湾有台湾魂、台湾精神的是足多的，这就变做爱靠足多人大家来拍拼才有法度。因为过去迄种观念，就讲即摆徛伫面顶的位的人，迄种旧的迄种观念也是一足多的啦，所以要拍拼的是足多代志用爱去做，是啊，好，多谢咱这炳华教授甲咱分享。过来这个文贤兄有举手，请文贤兄来讲话。歹势，大家好吼，我是郭文贤。我等医生甲医疗师去讲，咱这汉字啊有这个罗马字吼来调音嘛吼。我手头有一本吼，这本是用水晶编的，用小字内底。内底可能看无清楚啦吼，内底就是汉字下骹有罗马字调音啦。当然啦，照迄音落去念，应该就大概无啥问题。对啊。我顶边有分享讲迄散文，我要写一个当边的阮囝上爱聊天顶。当初咯20几年前，我就是甲阮囝听即个尤秀娟老师唱即个聊天顶的。所以才有这一面啦，吼。我多谢，我分享。对，多谢文贤兄。我会记得咱较早有联络过是无？对，徐老师，你当阵你台语文学。对啊，你我有斗过提讲，我知，是我无看到本人啊，你呢？安尼吼，看到啊。我看到咱两个真你个作品嘛足水的。好，多谢文贤兄的分享。这个拄则我看梁光兄有举手，请梁光兄讲。我要搁甲徐教授迄个请教一个问题啦吼。我大先感谢即个徐教授吼，你将即个聊天顶的故事古早吼，一直讲啊到较现代啦吼。当然，即个咱即个台湾即个文学即个所有的即个艺术的即个平台表现吼，拢加减啊，若咧评论的心，我是讲拢爱加减啊，讲去评论讲伊即个平台后壁敢是有国家机器咧甲咱操作，甲咱控制，但这是另外一回事啦吼。我就讲转来即个文字的即个物件吼。我是感觉讲用歌册吼，敢若用罗马字，既然咱若讲做字，就是迄毋是音标嘛吼，就是用字要去音标，去甲标的时阵吼，对于讲即个绿色腔口啦，就是讲较毋是较强势的腔口，比如讲是鹿港腔还是啥物款，若讲要用即个咱即摆讲的已经较有标准化，即个白话字吼，来去甲标啦吼。对于要标鹿港腔，还是讲对海口腔，这敢有问题啦吼？因为我会提即个问题是，咱即个网络，咱遮有一个即个李教授吼，李清木教授，伊有咧提倡讲用即个 IPA 国际音标吼。来标台语啦吼，我是感觉讲，甚至是白话字是变做讲是正音字，但是毕竟要标各种，咱若讲甲白话字当做文字，咱就是爱照一个标准的书写法来写，就是亲像讲英语吼，像英文吼，英文伊虽然是较接近用迄个音字来表现，毕竟毋过抑阁无法度通用英文来标其他语言的文字安尼啦吼。所以我是想讲，假使讲若是讲用即个国际音标吼，配合即个
哆来咪即种诶音符吼，安尼来标即个歌册吼，敢会比用白话字来标搁较舒适安尼嘿？诶，标音的问题吼，我毋知即个，就是讲有一寡音吼，白话字是无诶，哦，比如讲即个鹿港腔吼，比如讲即个，咱讲后来的后，以后的后啦吼，即个后啊，后是第六条，但是白话字伊就无第六条，白话字敢若有第7条尔，无第6条。就讲对某一种较特别诶诗，有一寡迄个调号诶诗，白话字无。啊，因为白话字逐个拢用，其差不多是要100年来诶迄种诶传统啊。啊，所以我毋知讲即个白话字到底有像讲即种第6条诶问题，有人去注意无？因为我敢若就无听着讲白话字有第6条。啊，所以就是讲，我若咧用诶时是拢变成是属教育部诶，伊教育部伊慢慢改进诶时，变成第6条啊、第9条啊，啥物诶拢有。哦，你若要标诶时就较有法度。哎，啊，我若讲你用国际音标是，国际音标照常照讲应当是全世界通用诶，但是足奇怪就是讲。真正是足少，我毋捌看着讲有人用国际音标一个标咱你个即个地方的即种语言，哎，我拄则咧讲诶，可能是，我讲较清楚，是讲，咱敢会当甲白话字当做一个，当个正式诶文字放甲伊当做一个标音诶工具啦，吼。是对啊，它本来就是正式文字，对诶。所以拄则迄个徐教授讲诶是真对啦，要讲用白话字啊，甲伊当做音标去使用，吼，这可难免会有一寡欠点啦。啊，所以就是伫即个中间，即个李清木教授伊咧推广即个用白话字，用迄个音标啦，吼，国际音标，啊，伊个发明一种吼。用哆来咪吼来标啦，吼，啊，就算在所有台湾敢若3个平调吼，啊，搁一个动音吼，啊，搁一个声音，一个降音安尼吼。啊，我是咧甲伊讲，这所有的文字啦吼，拢是无迄个100%诶吼，啊上留落来物件嘛，无一定是上好诶啦吼。啊，咱白话字已经有一个几百档诶历史啊吼。啊，虽然毋是上好诶，但是总是伊留落来有一个历史诶缘故啦吼。啊，伊嘛赞成即种方法啦吼。啊，所以我是拢来当做讲，嘿，伊搁咧毋通搁塞一出，塞一套文字出来，你著来老实实吼，啊，当做一个音标，啊，会当用来辅助即个白话字标音性诶不足，吼，啊，嘛会当。去辅助即个歌册吼，诶标音吼，也是讲布袋戏啥有诶无即标音诶负荷安尼啦。啊，事实上吼，照我理解吼，像讲迄个刘南峰吼，因为成大教授嘛吼，啊，伊按即个大学诶时阵，伊就拢去踮遐戏班遐演员吼，去遐玩安尼就对吼。啊，照伊咧讲吼，伊讲一个。伊讲大部分遐戏班诶人根本大部分毋捌字啦吼。啊，伊讲一个趣味，一项代足趣味，就是讲吼，毋捌字诶人吼，记忆较好啦。吼，因为伊拢爱靠记诶嘛吼。咱学晓写文字了后吼，煞要讲故事诶能力煞退化。啊，歹势啦，讲两项无共款诶议题啦吼。我知你讲诶意思啦，就是讲，啊，甲
我嘛是甲白话语当做文理，我毋是讲伊是音标啊吼。啊，这白话语较是互咱通行足久诶啦吼。啊，但是即个变做牵涉着个人诶即种环境参与伊诶迄种认定诶问题。有即我一个学生哦，在顶峰镇，伊就是拢要用白话语啊，哦，但是对我来讲，因为我较早无接触即种白话语诶迄种环境，我开始诶时，我就变做就是以这个教育部来做基础来学诶，哦，迄个尤其是我即阵啦吼，我讲我即阵啦，已经是年纪大啊，目睭也较歹啊，吼。伫我诶看法诶是，就讲完全是用即种不管是白话语还是迄个啥物音标吼，目睭看着足食力诶，所以我就较无爱看迄种诶，因为迄种拢ABC 个细字看着足食力诶，所以我毋是讲反对白话语，但是变做讲我诶即种环境诶时。我还是主张用汉语的时，可能一般人较有法度能接触。当然有特殊背景的，伊用白话语作关系的，对无？是安尼。所以就变做讲，有当时用啥物的时是各人的即种成长的环境，原来是有关系。哦，所以我也是主张讲，也是汉语啦，就讲，因为你汉语的时阵，变做讲，迄个文理，因为咱看惯，当然是伫台湾文理中文看惯势的啊，一看的时就毋免带遐按一个按 ABC 啥物，迄按斗起来安怎？所以我变做讲有汉语确定的8%是汉语这字的，就用汉语。若真正无啥确定的，可能有方言差还是啥物，就用即种用啥物用音标就对啦。音标的时变做讲，你若要用白话语就用白话语，你若要用教育部就用教育部安就变做因为即阵伫台湾啦，伫台湾也有白话语拍的，也有即种教育部的去拍的，但两边拢伫咧杀。拢伫咧说，这变做是无冲突啦，就看你安怎去送啊。我诶学生顶峰镇，伊拢是白话语，我嘛无去反对，因为无需要去反对。伊写诶啥物，我大嘛是拢接受，对吧？所以变做讲有当时，个人诶即种环境无共，原来最少会去影响着要使用啥物较方便诶问题啊。我讲感谢施教授的说明。即马咱阁有2位友就举手，毋过我先讲者，就是因为即马已经超过12点嘛，时间有较晚。若是有明仔载阁有代志，也是讲较忝的友志，咱就是先会当家己离开。迄落咱若是要留落来，继续甲施教授讨论，嘛莫互教授咱伤忝，因为教授年岁嘛较大嘿，莫互教授伤忝。拄则安尼讲，精神足好诶。真好哟。好，安尼好，刷落来，咱有即个2位吼，一个是文贤兄，一个是志聪兄。志聪兄还未讲过话，所以咱就先请即个志聪兄来发言。请。大家好吼。我讲几个，因为拄则咱梁公兄有提出一个讲是安怎，哪会无人用国际音标吼？因为我有小可学过语言学，我讲一个大家参考。国际音标其实发展的目的吼，主要是学者咧用的，就是讲吼，比如讲我现在去研究别人的即个语言，即个语言无一定我捌所以要求的是一个正确。伊是用音素的概念咧做调音。我讲音素概念意思就是讲吼，咱的发音内底有可能，比如讲咱讲一个上简单的
，R E U 的哦，吼，啊，咱的发音甲日语可能会小可无共款，平平乌可能发音无共款，有可能有诶较暗，啊有诶较光，啊，但是因为伊要求就是即个绝对诶正确，所以吼，伊会变做讲小可一个差，伊就爱用一个符号安尼啦吼，所以吼，伊诶即个使用起来变做足复杂诶。啊，你若无经过即种素养诶人，你无法度去看即个国际音标。所以，通世界所有诶语言，若改做罗马拼音吼，通常伊袂去用国际音标，伊是会用个音。咱一般讲叫做音位诶概念，就是讲每一种语言伊诶发音诶习惯，但是伊甲伊简单化，变做一个符号来代表。比如讲，咱诶英国诶英啦吼，即个英吼，其实内底是 IENG， 但是咱若咧标示诶时阵，咱甲简化做 ING， 但是你咧读诶时阵袂甲读做英，因为你若甲读做英，就变做即个国际音标诶发音诶方式。啊，但是咱会惯习用咱即种语言诶发音方式去甲标音安尼啦吼。啊，因为咱标音诶目的是要互大多数诶人会当了解，啊较紧学，所以伊会用个音。咱讲诶即个音位诶概念吼，伊是用伊特殊诶家己诶拼音。比如讲，咱教育部发展出来教路，即个台路啊是教路吼，其实这拢是一种音位诶标音方式。啊，这一般人民吼，伊会较简单学安尼啦。啊，过来讲，其实 IPA 伊嘛有声调诶标音，毋过伊声调标音伊是画一个度吼，简单诶度吼，啊，一般咱诶电脑嘛拍袂出来，所以吼 IPA 我所知吼，其实敢若国际上对某一个语文语音伊诶探讨，伊才会去用即个 IPA 安尼吼，这第一点啦吼。第二点，咱讲迄个第六调吼，其实毋是敢若咱今仔日咧台湾无，福建不管你是漳州音甲即个泉州音吼，其实嘛无咧讨论第六调。一般伊有讲一个趋势，就是讲吼，厝落开头诶声母，啊有诶，若厝落伊会走去第二，对，咱即摆走去第二调。比如讲，咱讲武力诶武，武大诶武吼，这伊会走去第二调。啊，但是若毋是厝落诶，伊就会走去第七调。就变做讲，咱即摆人音变已经走到变做第六调伫遐空空，啊空空变做有诶音走去第二，有诶走去第七。像咱讲大象诶象，啊是善良诶善吼，迄个音即摆拢走去第七啦。啊第七你即摆甲读到第六，咱嘛听无。吼，就变做讲，其实你若去看古早，伊拢是第六。但是慢慢啊分做分位，有诶走去第二，走去第七，啊伊分去就是一个算讲，经过即几啊百年来诶即个演变，啊变做伊走诶趋势就是讲，厝落走去第二，啊泉落就走去第七。我想迄个徐教授应该嘛知影即个原理安尼啦吼。即我所知影是安尼。佮第三点就讲，咱若看小说吼，丁凤丁教授伫迄个我所知伊敢若有针对咱的小说，19世纪的小说，吼，尤其初年的小说，甲即摆小说来做比较。因为较早的小说，你会看到内底吼，伊的词用词敢若足成布地去，半文白，吼，内底真侪文言的用词啦，吼。啊，过来就是讲伊的照音字真侪，啊，即个原因是因为吼。一直以来，咱的白话文学毋是官方咧主导，啊，民间伊咧找字的时阵，有当时啊，伊会足侪照音字。今仔日嘛共款啊，但是20几年来，教育部做一个大工程，就是讲，把咱的白话字内底汉字吼，诶来由做较系统性、较科学化的即个研究。所以咱会发觉讲，今仔日咱啊，要来写一个小说白话吼。用汉字的即个照音的程度会愈来愈少，啊，伊嘛愈来愈即个统一安尼啦吼。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安尼啦。啊，你讲白话字，你甲藏起吼，咱即摆讲的白话字其实是教路啦。啊，其实不管教路还是台路吼，甲通用拼音其实真共款嘛，甲即个国际音标其实距离足近的，因为
国际音标是英国人开始发展起的。咱教罗开始咱的白话字应该嘛是英国人的英国的即个教会的牧师吼来台湾，包括英国啊、加拿大，但是因拢是英语系的即个国家吼。基本上拢是用英语的即个音标的方式去发展出来，所以吼，咱今日不管你用台罗还是教罗，其实甲即个国际音标吼，其实足相近的，比啥物通用啦，还是其他的拢更较简单，更较简单去学安尼啦。这是我讲一寡吼，即个提供大家做参考。感谢。多谢志聪兄足专业的分享啦，就是讲真清楚、真详细。好，咱过来是换即个文贤兄。大家好，教授杨光兄、陈医生，大家好吼。我是要讲这漂音的问题吼。漂音其实用咧用台文吼，台文通讯网络吼，伊内底是汉语。伊个音连即个对口，当底音伊会飘。咱讲话口，即个开口，伊会咧，也是迄个感情吼，口齿拢会当飘啦。音我是认为安尼啦，咱有啥物腔口，咱哩用罗马字调音的时，咱就调迄个音。敢若讲我说过，有人讲说过。有诶是过，加，加肉诶加后人念，加后念，过后念，过。咱汉字诶时，你拢加肉诶加，汉字你自然你家己用咧念你家己诶音嘛。毋过你家己写文章，你要飘音诶时，你着飘你家己本来日常用诶音，就咧飘。咱讲两字人讲软。宜兰的软，你加一个有的音入去，罗马尼加一个有就变软啊。所以我是认为是安尼啦吼。咱家己念啥物音，咱飘音的时阵就用啥物音来飘。若汉字你用个念你家己的音念，我看法是安尼。多谢。好，多谢文贤兄。毋知即个咱教授有啥物回应无？徐炳华教授敢有要回应的拄则两位分享要用啥物实际上是变做看个人，你家己感觉讲用到一种较舒适，就去用。因为每一种的音标拢有伊的优点，最少也有伊的缺点。比如讲你完全以白话字来讲，拄则你讲的有一音，伊可能有两三音。你若讲敢若标迄个音，可能就毋是我讲的。尤其我这个鹿港人，甚至是声调嘛有，毋是讲有问题，就讲就有错去啊。所以这种的讨论搁3点钟也讨论袂了。我是感觉讲，个人感觉讲，我着写安尼。较适当就写，因为你不管用到一种人拢看有啊啦。若讲看无诶，迄就是真正是也免去看啦，对无？所以我是感觉安尼啦。好，安尼多谢这炳华教授诶分享。安尼我家己有一个问题啦，毋过嘛无算问题啦，就是讲想要甲。即摆抑搁伫山顶，尤其是炳华教授嘛伫遮，就是我进前其实即摆我的即个图像后壁即个聊天顶的游戏是即个顶两档
发行的一个游戏啦吼，就上新的一个聊天顶的游戏啊，改编的啊，迄当阵这个游戏出来的时阵，我就家己走去八里遐的迄个聊天顶庙去找一寡线索啦，想讲去熟悉一下啊。我拄则嘛有分享一个画面，就是迄个汉民俗的即个相片吼，就是甲大家分享者，就是即马即张图，即张相片就是伫八里原本的汉民俗的外形，因为伊有尾也是有起一间即个三层楼的较大间的庙。啊，毋过就是伊就是偷偷啊，甲旧庙内底物件刷去迄间新的建筑内底。啊，即间是旧的，你看咧，伊顶悬遮一寡迄个顶悬的安怎讲？本地应该是有一寡房啊，顶悬有字啊，迄种开始甲拆掉啊。吼啊，我先分享几个画面互大家看，这是外口看起来，啊，伊上正中内底就是写即个汉之名也，就我迄当阵去的时候，我嘛是有一寡疑问啊，就是讲是安怎伫咱台湾的即个算是接道啦，是讲即个遗产，咱家纪念台湾的神啊，一定爱甲汉人，也是讲汉族的即个族群一定爱连做伙。吼，迄当阵是有即个疑问啊。过来就是我看到即马即间建筑就是新的庙，啊，迄当阵我就里内底踅，就是聊天顶是伫1楼，啊，2楼的部分就是关圣帝君，关公，啊，3楼是玉皇大帝，哦啊。迄当阵拄好就是有熟悉一个，就是对台湾的宫庙有较熟悉的即个朋友啦，所以我就甲问讲是安怎？咱台湾的神一定爱互人缀伫上下骹，啊顶悬一定爱有一个中国遐的神，啊过来搁爱一个就是愈头愈悬，啊毋过顶悬全部拢是为中国遐来的，为中国的神话来的。啊，我迄朋友就是伊嘛无讲有一个正明确的答案啦。啊，毋过在我来看啦，我的看法是讲，就是因为即种宗教系统大部分拢是服务遐的所谓认同即个中国历史的人较济啦。啊，聊天顶就是咱在地本地的人，啊，对因来讲，因来到遮无可能拜咱遮的神，无可能拜伫即个土地顶悬生出来的即个人做神。对因来讲，这就是一定要摕一个比咱搁较悬的迄种意识形态，甲咱缀掉的。安尼咱才袂去甲伊反，对吧？对我来讲是安尼。啊，尾啊，我嘛有去即个白沙屯妈祖踅景啊，无共的宫庙去参加因的庙会。我其实拢会看会到即种状况，就是若是有内底有拜伫台湾遮为普通人死去了变做神的即种人物的时阵，其实因拢会用即种方式，就是踏伫个台湾人的即种神的顶悬，吼，甲咱缀伫下骹。我感觉这是一个真趣味的现象，啊，毋过真少人有去做即种的批判甲讨论，所以我感觉就是毋知敢有人对即种议题较有研究的，反正会当来参考看觅安尼。好，以上。这就我了解的是，迄阵的是用即种聊天顶去申请，就是袂准啦，伊就不准就对啦。不准的时最后才讲无咱就创一个较有名的，所以才用关公去申请啊，关公去申请就准啊，准的时才家己搁内面才搁甲创一个神伫内面，就是聊天顶咧。伫我了解是安尼，因为你就讲对迄个主办的人来讲，
你讲的什么聊天灯，我根本就拢唔知，这要做什么神的，对不？啊，所以主要是关公啦，主要这个庙主要是关公啦。啊，就新青村啊，咱再搁甲聊天灯，搁送入去就变成啊。但是台湾人的心目中，聊天灯是主神哦。啊，伫因做官的心目中，迄个是关公才是主神啊呢。伫我的了解是安尼。是，对，好，感谢徐教授的回应。文贤兄，你佫有野手敢佫有要分享的？歹势，我交代我的看法。好，请。既然要讲咱成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当然历史甲文化是要自主。啊，过去发生的代志，咱就当作伊是历史，也是一个故迹。我认为迄是不要紧，主要是咱即阵咱家己三个思考。哦，我记得聊天顶的庙应该捌伊咧，从古早应该是一个墓顶原才起一个庙出来，所以本来迄墓就咱台湾的。哦，外口迄咱当作历史故迹，主要是咱即摆家己的思考。我是较赞成讲周永和老师伊对台湾史的定义叫做台湾岛史。台湾岛顶悬发生的代志，就是以后咱独立一个台湾国家的历史的范围内底。我较赞成是安尼思考，台湾岛顶悬发生的代志，有可能是几千年前、几万年前，迄拢是咱的台湾史。我的看法。好，多谢文贤兄，就是即摆我分享的迄个画面，就是聊天顶庙内底诶，迄个你拄则讲的迄个墓的迄个墓牌啊，伊家伊规个都是用即个一支一支即个条啊，甲围起来。一般的信众无法度行入去内底，就是爱徛足远的才有法度看到。而且你爱闪过迄个条啊甲深度的迄个芳，你才看会到内底。伊就家己拢用到足复杂你就歹去看到内底有啥物物件。好，安尼，敢佫有咱有志敢佫有想要甲老师分享的，还是有要提问的？我佫补充一下啦吼。好。这参聊天顶无一定有关系，就是讲，我20年来拢咧研究歌册哦。实际上是歌才是真正是即种口头文学的文艺化哦。虽然是讲歌册写的有一寡字呢，正经的读册人无啥认同，但是咱也知影伊个歌声伊安怎伫咧用的时，实际上是咱起来原来是足顺的啦。所以咱即阵伫咧研究歌册的时是，咱想办法要甲迄种照音字啊，照音字毋是讲100%照音的，有当是安尼。这滚音字，原来是差足济，你爱带下摇几半步。咧整理的时想办法甲迄种照音字啦，有法度人正字的，哦，小说因为咱即阵足进步的，咱有法度人甲注音甲安怎写正字也无啥物问题。所以我参迄个嘉义的一个朋友在小丁村，在10多年来，就是拢咧整理即种歌册。甚至甲即种歌册注音注解的，哦，已经用足侪精神啊！就是讲希望要甲即种歌册，即种歌册是一种足好的迄种口说文学啦。若有法度人创出来，就要甲创去网络面顶，阮拢安尼继续伫咧拍拼，所以。实际上，歌册不管是伫即种说唱啊，还是讲伫文学啊，还是讲即种包含宗教、民俗什么，实际上内面内容足丰富的。
这是大家较注重啦。哎，好，好多谢士兵华教授的这个提议建议，好，互咱后壁的想要创作的人会当有一个方向。好，好，若无即马暂时无人举手啦，安尼就是咱今仔日的这正式的部分就先到遮。好，感谢两位讲者士兵华教授甲杨美甲咱斗念歌，因为遐甲你问感谢，安，好，好。过声问安，好，多谢。老师讲，若是佫有想要留来开讲嘛，是会使，若忝啊，就是会当先来休困啦，吼。刷落来，咱就。对迄个唱的，你若有想要参加，你就去报名5月20日1+2。好，无问题，老师。我迄讲无代志，我会排时间去，吼，谢谢。好，多谢。多谢，感谢。刷落来就是咱这个主持的部分，就交互这梁光兄，敢袂使？好，咱后礼拜吼，后礼拜咱有迄个5月13伤心夜啦吼，这是迄个林传秋导演的作品吼。听讲因即内底，我无去甲看的。我是听讲内底有足侪迄个